各位兄弟平安。咱来请跪上帝维护进前，先当心来祈祷。之前个杯，有你的圣神甲阮伫咧，伫阮讲、听、思考你维护的时阵，清心教示，帮助阮听得明白，嘛听得出来。下面的时间，清心来引带，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讲到，咱研究约翰福音的13章吼，13章。啊，今日讲到一件，耶稣做一个介好的模样，就是甲伊学生洗骹吼。遮讲到一开始，伫搬过节进前，耶稣知影伊离开即个世间，规日的时间已经到。吼，啊，圣经讲一句真奇怪的话，伊讲吼，伊已经听世间属家己的人，吼，然后咱的和文翻成就爱他们到底，吼，就爱他们到底，互咱一个感觉好像是那个爱的程度有没有？决定爱就爱到底，有没有？那种爱的程度哦，啊，佫毋是伊的意思，毋是即个意思哦。意思咱的台语会翻得较准哦。就是讲，已经听属世间属家己的人，所以到落尾嘛听因吼。迄个意思是讲，伊听迄个是袂去长去的吼，一直到落尾吼，到伊要离开的时阵，伊愿咧听伊遮学生吼。所以耶稣决定做一件代志，伊讲伊要替这学生来洗骹吼。啊，安怎解释这个洗骹的动作？真耶稣教会吼，有一个教派叫做真耶稣教会吼，因做坚持吼，伊坚持讲耶稣伫这个时阵就设立另外一个圣礼顶吼，叫做洗骹礼吼，捌听过无？各位兄弟，咱有几个礼顶？咱有几个圣礼顶？咱神教有几个圣礼顶？几个？我们有几个圣礼？啊？洗礼，哪来？那天主教有7大圣礼哦，啊，咱新教，咱基督教几项洗礼？不，几项圣礼顶？咱讲洗礼嘛，啊，佫有咧，啊，圣餐，啊，佫有无？还有没有？都没有人理我。除了洗礼跟圣餐，还有没有其他是圣礼顶？然后天主教有7大圣礼，啊，咱几个？啊，2项尔啦吼，就是洗礼跟圣餐吼。啊，咱的洗礼包括幼儿洗甲更新礼吼，这两个真最紧的吼。啊，毋过真耶稣教会因讲吼，耶稣嘛有设立这个洗骹礼吼，所以有3个圣礼吼。啊，毋过咱真正无甲耶稣这大经文这件代志吼，甲当作是一个圣礼顶。啊，毋过这嘛是一个最重要的模样吼。洗骹本来是巴勒斯坦耶稣迄个时代吼，奴隶咧做的代志吼，啊，替主人洗骹吼。啊，是安怎来洗骹？因为伊拢穿迄个凉鞋吼，啊，伫外口行路一定会去影响到吼，所以骹一定垃圾。所以入来厝里了后，吼，迄个仆人奴隶吼，拢会甲主人洗骹。啊，耶稣真做一个老师吼，是因的主。啊，伊替伊的伊甲伊的门徒伊的学生洗骹。耶稣到底是要安怎要安尼做吼？你若看即句话，当彼得讲啊，你袂使洗我的骹的时阵吼，耶稣讲，恁是清气的吼，啊，毋过吼，毋是拢总拢清气的，
伊是咧讲啥物话？耶稣心内咧想的吼，他要挽回犹大了吼，已经到落尾啊，伊知影撒旦的心已经甲迄个卖耶稣的意思已经下伫犹大的心内啊吼，伊心内还搁咧想要挽回犹大吼，所以伊要甲伊下生洗骹，毋过嘛是无效吼。啊，当耶稣咧甲彼得讲。你洗骹洗到彼得面头前时阵，彼得甲耶稣讲：你决断吼，我绝对无爱互你洗我的骹，是安怎？因为彼得认为讲，你是老师呢，你是我的主，是较会当互你洗我的骹吼。啊，毋过耶稣讲啥？我若无洗你，你就甲我无感谢。没有干涉也不是，咱台语讲不是太好的办法吼。和本讲你就与我无份吼，是这个意思。你就无法度得到我的份吼，跟我无份，啊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你就与我无份？耶稣才有讲的啊，伊讲伊时间到啊，伊要离开这个世间，归伫伊的爸的时间已经到啊，所以伊要受苦，啊要死，要得到荣耀，这是一个已经。上帝计划好，耶稣伊爱行过的路，伊爱受苦死，啊，搁我得到荣光。咱若要甲耶稣有分，咱若要甲耶稣有干涉，其实正下的机会，咱嘛爱有一个准备，咱会安那？头拄我讲耶稣安那？受苦。是个我，吼，咱若要甲耶稣有分，这个过程是无法度相比的，无法躲避的。咱嘛来经过迄个死，经过个我，啊，得到荣耀，吼。所以彼得讲，好，你讲你若无互你洗吼，我甲你无干涉，我跟你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份，安尼规矩啊，是安怎？我规身躯拢互你洗啦！这个彼得这古锥吼，本来是我爱互耶稣甲洗骹，结果叫耶稣甲吓惊一个，讲哦安尼哦，如果不给你洗的话，哦我就跟你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份嘛，就跟你无份。好，安尼规条位头到尾吼，拢互你洗。啊，过耶稣讲一句话，伊讲，凡若洗过身躯的人吼，伊就拢清气啊。即马只要洗骹就好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句话了，才去接着咱头前讲这句话。毋过吼，虽然你是清气的，无完全拢清气。你讲犹大家吼，这句话什么意思吼？洗过身躯的人吼，即马洗骹就好啊。你即马洗身躯，因遮犹太人迄个时代人，伊洗身躯洗了啊，行伫路面，敢若身体敢若倒一个部分会去接触着迄个涂骹。敢若骹尔，所以敢若骹会去变那啥，所以耶稣意思是讲，你只要洗骹就好啊，因为你规身躯拢洗过啊，伊是清气的啦，你们是干净的人。这是一个在生活上因会当理解的一个概念。啊，毋过吼，耶稣是咧讲啥？其实耶稣是咧讲啥？歹势甲我理一下。所有的基督徒，咱活伫这个世界，介住的会互这个世界来影响，除非你安怎活伫半空中，对无？你若要实在活伫这个世界，你就一定会受到这个世界来影响。就哪亲像你若要行伫涂骹，你的骹就一定安怎会拉上。所以。大家常常去警觉到爱洗骹吼。咱基督教伫中世纪有一个文化，修道院，到尾啊认为讲，要做真正亲近上帝的人，伊就爱甲这个世界安怎隔绝，大家拢伫遐祈祷，
啊，讲拢伫遐进修，修炼，安尼就会当真做熟练，甲上帝做亲近的啦。啊，毋过咱知影，耶稣本身就毋是安尼。咱讲耶稣道成肉体，伊就是一个上帝成做人的这个模样，进入这个世界，甲人做伙成做人。所以，伊是啥物款的？啥物款的心态甲态度？讲基督徒，咱无法度成做不沾锅，就是咱是像讲哦，我们很属灵，咱甲这个世界无关系。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半空中，读经、祷告、灵修，安尼就可以保证咱的性命是做熟练的吼，毋是，咱毋是不沾锅吼，顶好，咱若要活伫这个世间，咱敢爱聊落去，一定要大家聊落去吼。伫旧约吼，我在研究是安怎犹太人因咧食物件吼，爱分做清气甲安那，无清气，咱知影无？犹太人食的物件吼，分做清气甲无清气吼。爱动物，那些动物，不管是四肢骹、两肢骹，还是水内底咧游的，拢分做清气甲无清气。这甲因本身迄个肉吼，有清气无清气无关系。伊有介济规定，若是四肢骹的，啥物叫做清气的？有印象无？四只脚的动物，要有蹄，而且蹄要怎么样？分开，而且那个动物要有反刍的动作嘛，要有反刍的动作。你是不是真的反刍没关系，要有反刍的动作。这款的四肢脚的，该当食，就剩啥物？因会当接触到的，敢若春羊、甲牛肉吼。两肢脚的吼。猛禽不能吃，老鹰不能吃，其他可以吃。若水内面在游的咧，一定。还有蓝，甲有迄个蜥，才会当食。哇，有鳞有刺的才能吃，安尼个兄弟会当食蚵仔袂？钱啊，虾啊。鲳鱼、鳗，哇，这拢上好食的。犹太人安那，拢袂使食。所以，咱咧介济学者咧想讲奇怪，是蚵仔是做咧介绍这犹太人，是讲虾仔咧介绍上帝，伊较无清气吗？对袂？各位兄弟，咱台湾人上爱食迄海产对无？是安怎食无清气？是安怎猪仔无清气？是安怎有爪的动物都不能吃，兔啊、兔子这些都不能吃。伊要分做清气甲无清气。我台神道硕的毕业论文我就写这个题目，我下这个题目，因为我去发现到一个解说方法，这拢册拢无写，可能我家己一年咧写尔，所以老师给我打80分而已。他说：“陈师长，你这个想法很有趣，可是再多读一点书。可是我就读不到这个想法，我家己去想着。无论伊安怎规定四肢脚、两肢脚水在游无论伊安怎规定，你去观察这个动物有一个特性，若是互这个规定称作是无清气的这个动物因为生活习性拢甲土地做接近的，听懂我意思吗？它的生活习性跟地是紧密连结的，就会被当作是无清气。伊若虽然是嘛是生活伫这个土地顶面，不过有一点距离，它就是洁净的。举一个例，伊想迄个金蚵仔、虾
麻、鳝鱼，拢一堆咧生活，都是在土里面生活的，对不？水底嘛，包括鲨鱼，有无？咱讲一个鲨鱼烟吼，鲨鱼也是会巡游在水底的吼。啊，你若讲迄牛甲猪两个比较起来，倒一个较爱吐，底下吼会在地上滚的吼。啊，你说那个猛禽吼，老鹰，巴勒斯坦呢，树啊无济啦。哦，以为盖圣殿哦，那个树木都还是进口的哈、哦，所以求阿伯这那些猛禽生活在哪里？山里面、山崖上面，哦，那是跟土地连接的。所有哦，所有细皮卡哦有爪的动物，都生活在哪里？你说兔子生活在哪里？然后角兔有什么？山窟哦。就是讲哦，这些动物，它们的生活习性，若是甲土地连做伙哦，拢当作是无清气。啊，毋过哦，虽然是有甲土地无一款动物是甲土地无关系的嘛，啊，毋过有一寡有一点距离的哦，那就是洁净的哦。那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讲，犹太人会当食昆虫哦。糖会使食哦，刚才几款有一个条件的虫可以吃，是什么？弹跳的昆虫可以吃，那就是什么？蚱蜢，哦，蚱蜢。伊讲，他还一个给讲一句话，在地上爬行的都是可憎恶的，哦，安尼有清楚无？跟地黏在一起的哈，爬行都是可憎恶。我其实我咧讲分享这个想法的时阵吼，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世豪哥啊，跳蚤可不可以吃？跳蚤会跳，我都要听的。伫旧约就有这个概念，就是讲，属伫上帝国的百姓，你袂使甲这个世界安怎连做伙，你袂使甲这个世界连做伙，你会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拢牵去，啊，毋过你嘛无法度安那活伫半空中啊！哦，你要真做世界的百姓，你一定来行伫这个路地上。啊，毋过吼，会记即代安怎？毋通袂记即代洗骹，啊，而且。来互相洗骹，什么意思？各位兄弟，咱常常吼基督教，咱基督徒常常劝勉吼，互提醒，咱唔通安那，不要搞政治，有没有？不要关心政治，捌听过无啦？各位兄弟，那个最近吼，我有看到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女影星哦。拍电影的女影星叫做什么名啊？那个她的老公叫做布莱德比的那个谁？那个裘力什么？你要知我在讲啥？哦，都用知哦。好，你讲一句话呢吼。他说他有意识要从政。哇！遐记者甲问是安怎？你是安怎要从事政治？伊讲我吼，因为迄个裘力生回来，迄个女影星哦，伊做迄个联合国的大使，哦，伊会世界去关心啥货？遐个弱势吼，较可怜的人。伊讲吼，当我去关怀这个事务的时阵吼。我发现不可能不会去触碰到政治。各位同志，知影我讲意思无？你若要关心这个弱势者，你到尾啊，你一定会发觉，这个颂扬人，因的弱势
甲社会的结构有关系。哦，各位兄弟，咱即马吼，伫即个社会送养人，你袂使甲想讲伊是混蛋，哦，袂无拍拼，不勤劳，所以他们很贫穷，不是的哦，这是一个结构之恶哦，这跟结构有问题，哦，这跟本身伊的勤劳不勤劳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哦，这是结构的问题。所以那个女影星，刚刚讲的，迄个美国迄女影星，迄个最水的那个女影星，伊竟然吼有这款的认知，就是讲你要关怀社会，到一个问题，你得安那去吸到政治。各位兄弟共款，咱拢知影，上好莫去插入遐个代志，咱的过生活就过得较单纯、较安全，对无？啊，毋过，其实耶稣讲的。你无法度活伫半空中，你一定爱实在行伫路里。所以你的脚一定安那？你的脚一定拉圾。啊，毋过毋免烦恼，咱只要会记住常常洗脚，而且是安那？互相洗脚，安尼咱就会当成做一个健康。基督徒，咱若为着无爱互脚垃圾，其实上好的方法就是安那，用杯啦，是毋是？各位兄弟，你的脚若卖垃圾，无爱垃圾，你就用杯就好啊。用杯的基督徒，就是你无实在活伫这个世上，你没有实实在在的活着，你甲耶稣是无分的，是从这里开始无份哦。毋是对洗脚开始，是因为你的脚无爱垃圾，你就毋免洗脚，所以你甲耶稣基督无分。若要甲耶稣基督有分的基督徒，请你来甲你的脚那变垃圾，你爱了落，了落了，会记住爱洗脚。可能伫咱教会，伫咱个人教会，毋免讲啊伤远去呢。各位兄弟，你若徛出来互师，脚会垃圾去袂？会袂啦？会哦。咱圣大队遮拢垃圾去的对无？伊拢徛出来互师，都会搞脏。你讲我的生活要过较轻松的。我爱生活要过较单纯的，我无爱搅了伤侪代志。上好的方法，我就要做迄个礼拜日来做礼拜基督徒就好啊，对无？其他的代志拢安那，莫叫我无事，你毋免探访，你嘛免敲电话问，我就是礼拜日安那会去做礼拜，啊你拢毋免洗骹嘛，对无？因为拢袂垃圾。讲兄弟。咱无法度成做即款的基督徒，咱就爱跳出来服侍，无论你伫教会内面的服侍，也是伫你生活中的服侍，你关怀你四周围的人，困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当你咧做这服侍的时阵，你一定会变垃圾你的骹手，你一定会惹出一个麻烦。你绝对会脏，啊！毋过免烦恼，耶稣亲身甲你洗骹，咱的兄弟姊妹嘛来互相洗骹。嘛，咱兄弟袂当搁做伫边仔观望的人，咱常常掠做伫遐观望，是一个足聪明的族群。中立对无？哦，咱毋通搁真做迄个观望的人。因为我听过有人甲我讲，我说啊，我们没有反对你啦，我们只是在旁边观望而已。啊，安尼哦。各位兄弟，咱毋通搁真做迄个观望的人，咱爱聊咧。无论你有介意无介意，即马咱教会要行的方向，无论你有同意无同意。
咱即马要做伙服侍的时间，你若无聊落，你着甲耶稣基督无分，因为你咧管我，你要互你的骹手前去。这耶稣基督受苦死搁活，咱若要甲伊有分，咱要准备好咱的性命，嘛是要经过受苦死搁活。毋过免惊，耶稣亲身甲咱洗骹，同心来祈祷。即成个袂，阮真正感谢受你的拣选、呼召，诚做你的百姓，诚做你的囝儿、查某囝，帮助阮有即款的态度、勇气，阮要实在活伫即个世上，阮毋惊。性命爱聊落去，阮准备好，阮的骹手会拉撒。毋过，阮袂惊，因为主耶稣基督伊家己已经大生有即款的模样，伊对上帝诚做人，甲所有阮同款，经历过遐个苦叹，遐个阴影。遐个艰苦，遐个枵饿、喙焦，捌卖阮所有跟对耶稣的人，阮嘛准备好势，我要伫即个世上，我要聊落去。毋过，出伫耶稣基督伊的恩典甲伊的提醒，阮知阮着洗骹，而且阮爱互相洗骹，帮助阮每一工。拢伫垃圾甲清气的过程中，阮每一工较亲近你，阮是实实在在要活伫即个世上的上帝国的百姓，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